好啊！大家好，香港嘅朋友，好耐冇見，我係温兆倫。好榮幸可以嚟到紅館今晚呢一個舞台，非常之有意義。我哋可以一齊向盧國沾先生致敬嘅同時，我哋唔可以忘記一件事。一個成功嘅男人嘅背後，一定有一個好好嘅女人支持，同唔同意啊？所以對老婆好啲啊。OK 啊，今晚我哋嘅掌聲，除咗係俾盧國沾先生，我哋更應該用更熱烈嘅掌聲去鼓勵同埋送俾盧國沾夫人。盧太 Auntie， 多謝你同沾叔睇住我入行咁多年。一眨眼都唔止成人㗎啦，有啲係做咗阿爺㗎啦。你啊幸福啦你啊！咁我同時都好幸運，喺拍戲嘅期間遇到好多好嘅劇本，其中有一套戲，我相信大家都有睇過。叫做《今生無悔》。跟住落嚟，同名嘅歌送俾大家，《今生無悔》。